大家好，我係 Alex，歡迎來臨為你黃金世界。近期金價不斷上升，體現出黃金喺不確定時期作為保值工具嘅傳統地位。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，金價首次突破$1000，隨後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再次突破$2000。到2025年，因為地緣政治、通脹壓力同央行政策，金價再次挑戰歷史高位。現貨今日突破每盎司$3000關口，黃金將受到三大因素嘅支持。首先，通脹壓力持續上升，呢個同關稅政策、工資上升及移民政策收緊，導致貨幣政策方案出現不確定性。其次，美國債務問題日益嚴重，預計到2025年，美國財政赤字會維持喺19000億美元，而減稅政策加劇赤字問題，使財政狀況惡化，持續削弱全球對美元嘅信用。再者，央行購買黃金繼續係當前牛市嘅主要催化劑。全球央行過去3年累計購買超過1000噸黃金，創下自1950年以來最高紀錄，顯示出全球央行分散資產配置嘅策略。隨着市場避險需求上升，各地區嘅黃金 ETF 資金流入亦顯著增加，可能進一步推動金價上升。預計波動市況同全球地緣政治挑戰會繼續支持金價嘅表現，投資者不妨考慮喺投資組合中配置較高比例嘅黃金，適時採取更靈活嘅調配策略，分散風險。實物黃金 ETF 因為交易同操作成本較低，並且可以實時追蹤黃金表現，成為近期較受追捧嘅工具，讓投資者捕捉黃金嘅潛力。歡迎大家關注惠理基金，了解更多及時嘅市場資訊。